这剧写了一群不太常见的人物，一个不太常见的行业，虽说是不常见，但却是每个人人生中都必须要面对的事情。我在写的这个过程中，还是把他们摆在一个更日常化的一种表述里面，就是殡葬这种死亡的这种东西，其实带给大家的还是一种，对于活着的一种感念吧。天天刷，天天刷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哎呦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后面挑你小心点。你怎么不把它倒了呢？你很叛逆，恶心啊！颓丧，很多工作瞧不起，是有一点跟这个社会对抗着。有种你就别回来！从一个躺平的、放弃的年轻人，一步一步积极的理解了生活，理解了生死，学会爱，再付出爱。我觉得三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他见到了太多人因为病痛没办法治愈，他们的家属不愿意放弃，导致那些病人在临终之前遭受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。殡葬行业进入到我的视野之后，我觉得他们尤其需要被看到。亚楠这个角色就非常坚持他热爱的这份工作，虽然这份工作在别人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值得炫耀。做这个行业的人，他们肯定还是有一份对这个行业的信心信念的。其实三月的这一套也是演绎了亚楠的这一个成长过程。格格是个非常好的女孩，小的时候受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。她以前的快乐和她表面的活泼开朗，更多的是属于压抑了自己内心的伤痛。一直都比较喜欢就职场类型的剧集，有接触到了殡葬的这个职业之后，我觉得他们是有很多可以去诉说的，而且可以去打破这种和普通人的那个认知之间的这种隔阂的。真来到殡仪馆之后，还是有一点慌的。时间长了，我们在那儿拍了快1个月吧，就会变得很放松。可能觉得那个地方风景挺优美的，像个花园一样。我们去体验生活的时候，带我去了司机班，司机师傅说没有什么离奇的事情啊，其实这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份工作而已。能干这行的，一定都是有大爱、挺深情的人。我想，殡葬行业之所以存在，不仅仅是为了处理逝者的遗体，更是为了告慰生者的心灵，去抚平伤痛。想要去告诉大家必将面对的一件事情，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多去学习一下，然后多一些面对的底气和勇敢呢？我也要像你一样勇敢。感受到这部剧的核心的时候，我都会很感动，不管是什么时候。编剧有些地方超出了我的感受。对生死啊、生命啊，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，因为我们这部戏每天要面对很多生生死死的情节。我觉得这个戏是希望让大家能平视死亡，能平视我们人生中必须经历的事情，不要恐惧，能够以一个平常心去面对离别。还是希望这是一个温暖治愈的一个故事。希望大家能在看这个戏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大家能有一点点思考，我就非常高兴。3、2、1。